不下官拜列调，赠我别在我苦阿营，长亭记录我必须恩爱夫妻两离分，也宽其爱不自分，此妇人托不高堂当金灯，夜如其他你而今苦，为我大许他尽心，尽得天命大堂起，怎不关心可以为你的心做什么？老爷不然当为自己好名声，外来不必忙去心，想起我的地方情，所以我在此日交罪的，那年太红在那我的木头里曾飘零，不敌你不对我，爱不不能放我心，更爱更把气死你，一样别叫兰君，你莫要悲伤，老爷爷曾和杨师傅定能为你发布公告，寻找亲人。是啊，兰君本不为你所不平，谢老爷夫人。哦，兰君，你要快要放追动追动，他们乡亲们来了。哦，乡亲们来了。大圣梦愿前往边疆，老孙我备了3酒1杯为大圣送你。今天大圣生辰之福，老孙我又备3酒1杯，为大圣接风啊！
了夫人的吩咐啊！老人家，夫人的恩情，请自我铭记在心。可乡亲们的恩，请你永远不为忘记。佛路虽曾爱，难忘父老心一片。难觉从此离开他，岁岁可仰望梦我杨子远加岁进走，自我表态了。大人公事外忙，我等告辞了。我等告辞了。告。童儿欲请家大人。是。欲请家大人。自愿加回京，前来迎接念他们。家什么？家兄不必客气，家表兄。哦，表妹传见念他人。这是我内地来督推。表兄，表走在门口哈。托老天的福而不安康，希望表妹喜得贵子。表妹夫已经是为后杨师傅，这真是丧喜临门，可喜可啊！表兄，你为何不陪安当家，却不迎前来？愚兄身为武官，因你立即为民表示，不因因而更显心疼。好，此内为贵子自命自本。可敬可佩，你那人正确后杨师傅，这为万民之英啊！家大人在自立河阳园以来，弄得民风可好？是啊，大人，这叫下官。是哦，这好哦，把喜妹都叫他为家亲天哦。请知府大人在此逆日，为不与我夸夸的下去。来，这一名与昔日名贼家自那里，以何为生，同得将来。明日李少林，我父亲命欢礼送家子后杨喜门，父女俩分开离间多山，但是念他老爷醒来后呀，得来拦腰这一名女，你万与我远近，明日到我那衙内去告，我定能为你早些伸冤。这里是去官的，不是公堂。
这些怪人虽不能生理公案，你我听听不妨。与我愿望起来讲吧，念他人我里中刚无意不养远，看他家人去内地，明女我为我正月去鸳鸯，公堂之他发远地，不养远我这当成金财命，偏三月乱发地，我非呀要看三不要三很难听，开关无内心不退。争取在上阵凶器起决，铁案自杀。大人，刘宋杀人是小人到场拿我的，她是个疯癫的女子。大人，自梦之间难断你大人是否过分？命运我纵使纠结，也要交出命运。红儿，来，速将刘宋文卷提到本府，我要必作验身。小去绿松岸，半路杀来为马枪。林松堂里扎黑锅，我专程把头对上。讨他夫推来醉酒吃酒好，醉酒长。来，夫推，大人。哦，原来是继父，我正要找你呀。找我？什么事啊？没有什么事，不过听说念大人要去留守安军，要忠心不死。怕什么？我秉公对案，秉你行私。可是这安军中还没有留守的口供啊！口供？哼！正身不争取在上阵凶器起决，怕他何来？那聂大人铁面无私，执法之身，啥时被他查出有什么破绽？破绽？来，都得，你好
好像有这么幸福吧？没有，没有呀，没有。你为我让你走到青山径，你为我调去远荒苗城，昨夜我得了不安病，却为我孩子在上城。继父，此案究竟如何？你快与我从这里讲来。那个小弟才街上饮酒，竟送月子3万之宝，他大于战略穷，叫他敛财啊！莫要他们，他去不死，不肯我心中。不过就仅仅给了他的证据，坚持下去。他见势不妙，就急急忙忙，好不要吕布他去。女儿，你有隐性。祖父，你为我此惊慌啊！家与大公我，今日他们将女宝观念长嘎火药，看君他关心风声自己，我自得白马自报到不报。专接唐今一时，三言溜溜，要将的月头来强配。去这个还家后，关羽的弄错，请我女儿苏兰君认。让自己对了，以后你要有。这小女当龙枪，曾经一枪。他的智慧的那副枪马自身的你，我是他不断知道经过他我前若宝宝难道一趟不测一生对，节节从头为年长。大人红灯不扬。是个无端生财，共产党法。哎呀，祖父，你可从家大呼了！大官，此人名花来人，本人冤牙多的，在后杨子与民的一方。莫非他背与有仇？但他既不加税金，乃是后杨冤他不顾地地道道的无劳，我你可得罪不起哟！这便就是好啊！这便就是好啊！义无愧，这里不是你拘留之地，
还是早早离开这里，心里女儿苏兰君去。啊！你这是人杀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苏考官，此回不早了，你却恶心，明日还要归路你。多谢指点，明日我立即动身。好，雷大哥，你快去报备下问谢去吧。外观是汉族神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将人严小明。这又是什么？这是小明的法力。杀人凶器，为何当于半半血迹？是我劈长子不慎当了孙子所说。哈哈！分明是英雄所上父，与外观交来。女孩人看见，刘黑黑丢切剑，只能为你所造，外观要来破晓天。你不是你啊！你是你！走！不是你！就是这样。我以为是他心宽杀去。
生错全康。我把清规去做官，启禀玉龙马。12年3报他将我回退堂。继父，就继父看在几面，就地名更是天，我有年我伤亡在可怜，几地相对苦难言。倘若我安把谁来无影，记记他定会伤心心肝结。到那时家破人亡真惊人，你也要伤心落泪大绝人民公安真帮忙，万子你对岸是非错在前。走，你不去，我去。站住！下水井，到了3年自愿官，却还空到一大面，即使上司来过身，只晓得还是不会来追钱。今日小弟讨了红，你再把黄的钱你丢一边，我才做了刀下罪。哈哈，你言学想明报歉。一句话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。哎呀，继父，不能再遇了，赶快想个办法吧。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你马上将刘松奎公告到谁？可是他地势不着，奎公从何而来？有办法。好啊，这下小弟的命可保住了。赶快准备。是。要走。哎，领了！季老爷可得？免了。速递刘松来见本院。是。带刘松。今非
换一生命，杀死所有事与你不关心，你可以为家去了。此话高僧不愿去了与你撒谎，不解千千老。大人，杀死苏女子的凶手已化了工厂，还在死去老内去了。好，待本院举文上报，列等问斩。是。老爷，不知这杀人凶手他是何人？此外与你无关，不必问了。听得明白，以后为丞相宋相卿与故交配。怎么，刘松，你一定要问？那就告诉你吧，杀人凶手不是我别人，他是谁？是你女儿吕少英。老爷，是你女儿刘少英。
与我女儿无关，所有子乃是我亲生所杀。怎么？是你亲手所杀？是我所杀？不可是一笔用意，二名别公啊！是我自己造成，这可是人命关天呐！只要放弃我小女少爷，纵然我生死万重，绝不反悔。好，叫他挖工。阿姑。继父啊，好，我要的是妇女子的肉粥。肉粥。继父啊，我是好不容易才搞到手的。你要说，万事要命，拿来。继父啊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个？要是没有这种牛肉，我怎能进你府去见我的表妹陈夫人呢？要是不进你府去，又怎将刘松亏公杀到温泉之中？这不将亏公杀到温泉之中，你这一条命是我保全。啊，原来如此。趁天色晚上，我即刻到你府去。好。只要这个动作一到陈夫人最重，我的脚流水一环，正刚擒贼文莫刚，把家方贼一触上。别这句，这来是许兄妹之情，正好表兄亲自情。用此轻啊，情长对待，却能真性命。
情哦。哦，是啊，想当年我为了救取功名，到此在此救援啊，表妹。我曾几句表妹讲，一堂红情非常，你曾说情长谁才能成行，千里分发断才华。你曾说情长谁代能明默，叫人去家变身家，今日有空茶一杯，难忘当年一句话，老记不得了。表妹，想你我兄妹情同国中，我这一点小小的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表妹，他一生记在心为，知情过动，真情我爱。念大人啊，他怀着钱呀离子，莫非在正月留送子安全？那留送安全放在桌上，等你妹夫回来也经生用。大人功劳人，明天才看不知。望正月里安精神惶惑，不予无事。愚兄总外整理留送子安全。就因一时困倦，将公堂失落在地，以致什么一心安全之中，不与万人之公堂。虽无万人之公堂，但铁证事实，亦与何妨？不，老爷立安英明，岂用复印银子？只是万人公堂在此，请表妹将他放在留送安全之中，也就是了。放在安全之中，表兄，这吕宗一案已可审清了，审清了，分明了，分明了。此次我就把公子放在安全之中，也就是了。多谢表妹。敬而立之，不要多加表弟多谢表妹。红儿来，上阵半路。表妹，
愚兄要告辞了。你先回衙去吧。放来赠衣。
出来后，却把牺牲去，要子刘宋不让他再哦。窥见大人，你请坐。大人生于所患，我必无要事，快你等前来，相同一律送一回。刘宋官眷，想必大人已经升阅了。想必大人已批给刘宋反映，其余反映，须得本国外人，请得开封方可。童儿，此去南京，一次刘宋，我要加大人远赴为真是。大人，刘宋一案贼人却说，铁案是伤了。大人，小人驾驭刘宋一向自改，自我听得还叫，立刻赶去到场闹的呀。此君完全已有记载。大人，此宫中刘宋公正不为，何人用淫？3年2女他就遭了，还供出了上阵凶器。请大人过目。丁大人，吕松带到，带上来。是，带吕松。今天面迎送转进堂上虽如念他人，一要家园。外民不公，当初问你苏律师在你命中系被何人所杀？讲，是我所杀，你为何将他杀死？讲，我见证其意。亏动为赔啊！要把你生子在我之在，3根断子何兄亲的李父一把，你的孙子因我而杀。讲，我速刻滚得动，不准被李父所杀你这却被你父所杀，他的刘宋
我
见我大爷人不明白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来君，我们先回府去吧。一份明情于早是为夫，早起领位。怪哉，地来看。
我外伤的。老爷不然，这就乃是我家祖传之宝。你家祖传之宝，原在谁的手中？原是我父亲手中。兰君，相体相似吧，相似的程度，你可不要认错啊！我乃我不为生父的，这是一次路错，我总必还予一仗。放龙恰似配上上。
这是牛头手工精巧，玲珑剔透，真是无价之宝啊！是我所以表妹的东方之火针家的这的了。这世间稀有之物，不是家兄从我而来了。是内地来都的所说，来都对。家兄，请自往好去，我即刻也来。请。来人，速传来都对子。参见大人。来都对，方才听你几副言啊，这是牛头乃是你所做，下官不胜官。哪里！大用心胡杨之夫，小人先知牛角，你表心意。夫人坚持牛头，爱不不遂，可惜自有一生。不是，大人，就是这张牛角，我是好不容易才搞到手的呀。不是来不的，是从我而来。王玉送臣，与新的名妃，你把他叫来，我要当你从行。这我是马来的呀。此所内，我上的想必对，就是这一张。据我所知，后阳城内四方放进去。大人说的是。好，来人，有。把家对进，押了下去。是，请。狗儿来家里，你俩是去自多少年大人，快来不？我来看，我是金子。我不等了，自去不为。一见这牛头，真我心莫非是家最近，家最近记得此珍宝，又为我急忙奉送我夫人。千金哦。
所有
有此辈，你是何告自的？那夜三更时分，夫妻客房有夫酒之声，我本身赶到客，只见苏客官与那人相配，那人模样淡淡，身细合体，身高气候，不曾有力，万与无道德。那人的左手被苏客官咬伤。凶手是谁？你讲，凶手是谁？你讲，你明知凶手他是谁，为何要言语虚伪？你官官下无寻死地，传上王法官真为。你问这个是否是从自保上帝买来的吗？何样人类自保上帝去此一家，老板从毕竟这一正道，那女是否他人？是。那天下所有之没有做的，可是一。不，这种要做在所有之配自己，怪得他本人正常。为何当然却有人力的虚风？真是作对的。胡说！是你大人，讲，义父，讲。好，不讲。什么？大人，下官有密言公告。什么？妹夫，这也这了吧？做个原则来人来，是他杀人马上山，心怀一飞而起，可爱方面云在山，真假？我与他去不郎君自在安坐，于是难免有牵连。你不看身边看个面，脑袋推推把
乃是一位哈有名的清官，也是个四品王堂，是我的表妹夫我，你念天命。请问大人，这个鸟做既是杀人为真，怎么为到你正夫人去大人息怒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得不说，不得不讲了。是我的表妹，你的正夫人为了寸土略作一生，算是将家政家公这在流送官军之中，这该死成叛徒。文玉，你大人，结果留你的长子，也不查发儿子大人，也不念数月子的事，就草菅人命，这在披不了凶案，冤斩了刘宋。难道你那结婚夫人就没有团长王法，无爱断良是在吗？难道你聂大人就没有独占杀人之吗？我与来人死不足惜，可怜妹夫你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请管美名毁于一场，如可有必因后丧生啊！这样，你还是你的四品年轻片，我一人是我的七品家之约，只有我而对方大人三思而已啊！刘宋一路上，我要再求大明国为民心诚愿，你一生情啊，这是上圣愿。
也罢休。王配四顾两茫茫，请佛问问你的子女，多多少少不平事，不忘今来生居，刘宋既是爱意了，何不曾在情
吕宋的公子与他长着恩怨之功，可以不当家命。呀！
假正经，你这狼狈为奸，造致身法本人苏牛子，与非黑有功，今夜他何黑不容当？聂启明，你团起了我的牛球，还想杀人灭口？此话怎讲？配这他家有人，你呀自然配得难逃，本府也不怕引不到的。可有功德？只怪也许你敢当堂宣告？你敢当堂宣告？宣两条生命源于鱼，眼睛所生命应于。来人他负责命所凶手，假背景团烧闹法自动而。本知他自早卷在哪里？年轻命少见生命许规矩，叫他瓦工，密切瓦工。好，我先瓦。好的。我也不爱与
相扶在左
下去。